园林水南乡的尖山卡社区，向水土保持局来申请手路菜的计划，收集在地故事甲料理来做结合，要来打造岛前的手路菜，嘛要互更较侪人来了解到水南物产的特色。 水南乡尖山卡社区安排手路菜课程，收集在地故事和料理做结合，要来打造有在地特色的岛前手路菜。阮这组有发挥讲，咱的作物会当来做红豆粿啦，还是迄落萝卜糕，咱的土豆会当做土豆汤啊。透过分组讨论，除了让民众知影在地作物各有故事，嘛透过活动增加社区的团结。我们会用工作坊的方式呢，然后来让他们分组讨论，在地食材跟四季春夏秋冬的作物。手路菜课程结合数据，佮利用在地生产的作物，加上有感情的故事，互料理充满人情味。对了，2到6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